中國台房地產經紀小林今日介紹俾大家嘅都係碧荷花園嘅一個前後院子啊。然後睇到我哋呢個整體個 view 咧，係主陽台呢個 view 係非常舒服，非常之開揚，冇遮擋。然後呢個使用面積大概去到30平方一個私家嘅，呢個係自己嘅衞生嘅使用㗎嚇。而家呢啲咁嘅大花園嘅樓咧，就而家啲新樓盤係冇㗎啦，係舊時呢啲零幾年嘅樓齡咧，先會有啲大花園咯。而家呢套咧前後花園嚟㗎嚇，大概 total 搞掂咧70零個，然後房產證面積96個平方，咁裝修就呢個就冇咩睇㗎啦，因為都丟空咗幾耐㗎啦，就冇咩睇頭咯。但係個戶型好靚仔，通透雙露台雙花園啊，呢邊後花園都去到成20個平方，呢度有隔空層大概1米到，所以整體個空間 OK 㗎。睇到呢邊完全係屬於自己嘅一個使用空間，呢棵樹都係自己嘅，如果唔中意直接斬咗佢。咁整體一個咁嘅裝修你睇得出嚟啦，基本上呢啲係吊頂都冇用噶啦，要全部鏟晒佢再搞噶啦。然後之後後尾業主呢邊有搞咗啲明管啊，咁到時候大裝呢個 total 應該裝修要去到10到15萬一個裝修標準，硬件、水管、電線全部換晒噶啦。咁呢個戶型咧買翻嚟唔係買裝修噶啦，係買呢個前後花園噶啦，係咪先？仲要呢個咁嘅出嚟個 view 咧係非常之舒服，直接喺你露台位置望翻濱河個河堤呢邊，同埋我哋對面嗰邊啲高層咧啲綠化咧都係一個濱河公園嚟㗎，所以整體一個配套位置都非常之舒服。咁睇翻我哋嗰個房間，因為呢邊係樓梯房嚟嘅，但係嗰個公攤就好少啦，90零個方，但係公攤1到2個方，即係實用率都去到90幾。呢邊都係採光，3面採光，屬於單邊位嘅一個位置嘅。咁你睇翻廚房空間，呢邊屬於就舊式啦，咁你後期都要再搞㗎啦，因為佢都係香港業主，都丟空咗好耐，一直都冇點住啦。因為睇下呢邊3房2衛嘅格局，呢邊採光窗，屬於單邊位嘅一個位置，所以呢邊呢個採光咧，同埋我哋廁所同埋客房嘅採光面咧係比較充足，L 字形都係對住自己嗰個花園，整體一個居住個條件同埋環境係非常之舒服啊！我比較中意呢個咁嘅戶型，因為通透，而且而家總價咧 total 唔高，搞掂70零個而我哋最高峰期去到成差唔多200個嘅單位咧，而家一折再折啊！睇翻呢個咁嘅通風效果，呢個咁嘅景觀非常靚仔啊！如果有興趣嘅話，嚟我哋現場睇睇啊！